Hello， 我係寶榮醫師，歡迎大家嚟到漢興中醫嘅解剖學基礎教學。今日我哋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好重要，但好多朋友應該都未必詳細了解嘅話題，就係人體解剖學方位術語簡介。呢啲術語呢，聽落好似唔熟，但其實就係我哋了解人體結構最基本嘅語言。好似點樣講人身上嘅位置俾人聽得明，就要靠呢啲專業嘅說法。人就好似一台好精密嘅機器，裡面有好多器官組織，每個零件都喺特定嘅位置上。咁如果我哋想描述呢個肌肉喺邊度，嗰個器官靠近身體嘅邊一邊，就一定要有一個清楚嘅語言系統，否則講嚟講去就會亂唔清楚。呢啲方位術語就係幫我哋建立呢個專業嘅語言，而佢哋又成對出現，好似左右上下咁，方便我哋準確描述。不過講遠少少，呢啲術語唔只係醫生、物理治療師用，平時我哋做運動，甚至生活中要揀鞋、整理儀容，呢啲相關嘅知識都幫到手。因此，今日我哋就由淺入深，逐一了解幾個基本嘅方位術語啦。第一個，前後、俯側同背側，你可以想象喺我哋站立嘅時候，面向前方，呢個方向就係前；面向背部嘅嗰一側就係後。前係指一個結構比另一個結構更接近人體嘅前面，而後係指一個結構比另一個結構更接近人體嘅背面。例如，我哋話胸大肌喺背闊肌前面，意思就係胸肌喺身體前面，背肌喺後面。所以多數情況下都係用呢一套概念描述兩個結構之間嘅位置，就好似啱啱嘅例子咁，身體嘅某個器官比較靠近背面或者更接近前面，方便同其他人交流。第二個，上下靠近頭部或者足部，咁就好似講咩地方係高啲或者低啲咁啦。上指嘅係靠近或朝向頭部，下指嘅係靠近或朝向足部。例如肩部喺膝部嘅上方，膝部則係肩部嘅下方。我哋用呢個靠近頭部或者靠近足部嚟描述人體嘅上下位置。一個好貼心嘅地方係，呢啲術語係以解剖學姿勢為準則，即係以我哋平時站直面向前嘅姿勢為準則，所以係唔會因為身體點樣活動或屈曲而改變。就好似即使你俯低或者側身，膊頭都仍然喺膝蓋上面，因為不論你點樣屈曲身體，膊頭都一定係比膝蓋更接近頭部。第三個，內外正中線。首先你要想象一下，人體嘅正中線就係一條軸心，由頭頂到腳底，喺中間切開人體。內係指靠近人體正中線嘅位置，外係指遠離人體正中線嘅位置。例如以胸大肌同三角肌相比，因為胸大肌比三角肌更靠近正中線，所以胸大肌位於三角肌嘅內側。又或者髖外展肌相比髖內收肌則更遠離人體正中線，所以髖外展肌位於髖內收肌嘅外側。第四個，近端同遠端，好多時都係用嚟描述四肢，譬如手腳啦。近端就係指靠近軀幹嘅部分，遠端就係指遠離軀幹嘅部分。例如爪部比腕部更近軀幹，所以腕部喺爪部遠端，而爪部係腕部嘅近端。同之前講上下一樣，無論身體姿勢點樣改變，爪部始終都係位於腕部嘅近端。第五個，淺與深，我哋用嚟描述肌肉或者組織距離身體表面嘅深淺比例。淺係指靠近人體表面，深係指靠近人體內部。譬如腹直肌喺表面，你用手就摸到嘅位置，而腰大肌喺裏面，要用力伸深啲先摸到，所以腹直肌位於腰大肌嘅淺面，而腰大肌位於腹直肌嘅深面。我哋多數用嚟描述肌肉嘅深淺程度時，就經常會用到呢組術語。去到呢度，或者你會問，點解我哋要學呢5種術語？係因為如果你喺醫學上學習、治療或者做運動，想同其他專業人士溝通，
呢啲語言就係你嘅基本工具，冇呢啲標準，講嚟講去都會出錯，甚至會搞出大誤會啊！再加上，雖然我哋身體會活動，但呢啲術語都唔會變。喺描述結構位置時，能夠保持一致，非常之重要。當你識咗呢啲知識點，了解咗呢啲基礎術語，你描述人體就會唔再模糊，同時可以應用喺醫學、運動、康復，甚至日常生活入邊，又可以更好理解身體結構，有助你追蹤健康狀況或者改善運動效果。我哋平時描述身體部位嘅時候，唔好只係用普通語言，學識呢啲專業術語，唔單止係提升自己嘅醫學素養，更加可以更深入了解我哋自己嘅身體啊！各位同學，你覺得學完呢啲術語之後，對自己描述身體位置會唔會更加清楚啲呢？又或者喺日常生活中，有冇啲情景可以應用得到呢啲語言嘅？不妨喺底下留言同我哋分享一下啦！最後希望大家繼續關注解剖學、基礎、教學，掌握更多有用嘅健康知識。記住啦，了解身體先至能夠更好照顧身體，做一個有健康、有活力嘅人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！記得 like、訂閱同埋分享我哋嘅內容，俾更多人一齊學習啦！拜拜。